来这个南部地区，因为透这个西南风，今仔日的雨是落了比昨搁较大。来看这个台南仁德，1点钟累积的雨量就破30毫米。机场路的三亚公溪，这个溪水溢起来大路，水位是直到大人的脚肚悬。有袂少赶上班的骑士吊车，甚至险险啊，互岔流的水流来冲去。相关的单位赶紧来救防锁线来管制。啊，那安南区是大路变水路，居民是寸步难行。不要强行通过。看到马路变水路，水位超过半个轮啊，遮尔悬。只是上班时间，敢来当喙齿间加力甲伊拼，不过也是逃袂过过路的运命。最后是靠热心的民众斗三工，啊，那这边是更加惊险。你有没有去帮他一下？车辆是真歹过，民众想要来斗三工，不过看这个状况无对同，随时拢会有防冲走的危机，赶紧退转来。那边过啦，就封锁线视同命令，我敢过。等过。大雨是一直上，早起5点多，台南仁德区1点钟的雨量就破30毫米。机场路495巷，因为三亚江的溪水越过布棚，水是一直流向大排，现场更加出现着水墙的景象，路面严重积水，最近急有封锁线，禁止人甲车通过。安南区这边车辆经过水是喷真悬，就惊会掉车，只好倒哇塞。4、5点迄阵就去淹啊啦，淹了就退了就淹。应该迄个反光镜的注意哦，较会较小看，脚头有较低啦，超过脚头有啦。搬来嘛唔知影头一摆停着车，也唔捌去涉水上班的啊，我嘛烦恼啊，佮剩1点仔就要引入来啊！北安路2段安中市街口嘛出现着阮兜的门前有小雨的景象，民众想要出门，敢来当撩水行，看到水差1点仔灌入去厝内，实在无奈。啊那永康区台湾交流道车辆就驶伫水道内底，边仔路过麦仔水，佮一直为水沟仔运出来。路面嘛是闪袂过淹水的情形，环境赶紧放交通水，不过也是有机车因为安尼来故障。现场的交通是乱七八糟，车辆敢来当哪行哪停。今天雨量下最多的是在安南地区哈，我们统计到今天的9点已经有下了100多毫米的雨量。那像比较内陆也有70、80的雨量。在南方范围加上海陆风影响，带来真惊人的雨量。目前台南地区嘛无排除会有变大雨的几率，嘛是爱提醒用路人一定爱随时注意到道路的情形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